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块囡仔歌名叫排骨仔队，讲到一个囡仔真瘦，伊形容讲腹肚哪水规身坎哪流腿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腿，楼腿的腿，头腿尾腿第一条，腿就是八卦的家私，咱讲楼腿，会当上楼落楼。若是讲用茶做的，咱讲是茶腿；另外用阿鲁米轻银做的，有人讲是阿鲁米腿，更较普遍的讲法是直接讲马椅。另外现代大楼拢有电梯，这里文音读做梯，像讲问人做兵是几梯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细犁腿，这是一款铁亚拍的楼梯，亲像犁仔形。第二个词读做推花，意思就是爬楼梯的手花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这栋新厝设计甲足适拍，设计师特别利用伊的宽度做细犁腿，看起来足实行。也毋过，若是上楼落楼，推花就要花好势，才袂无细哩发生意外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推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梯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